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 AI 短劇，聊一聊血汗工厂，聊一聊 AI 短剧這個流水線內卷。6月29號，聯合早報刊登一篇報道，叫 AI 短劇狂飆，催生血汗工廠，流水線上的內卷與突圍賽。大家都知道，由於這個 AI 短劇爆發式增長，催生了血汗工廠，但是這個短劇從業者普遍面臨長工時、低收入與高壓力內卷。由於這個 AI 短劇行業它是以量博爆款的邏輯，主要是靠量上量，這個類似於刷题海戰術。它這個就是爆款不爆款不重要，先爆量。那麼要求制作周期壓縮至5至7天。承制價格從每分鐘4000元暴跌至800元，生產流程高度流水線化，抽卡師等新岗位重複勞動繁重，內容同質化與質量爭議加劇這些種種亂象。但是這個爆款率僅1/1000，多數中小公司利潤微薄，平台與頭部企業主導利潤分配，這個就是當前 AI 短劇狂飆之下的這個陰影。聯合早報他說，連續工作15天後，在杭州市一家人工智能短劇公司當剪輯師的阿青終於盼來休息日。此前的14天裡，他天天加班到至少深夜11點，原因是項目周期緊迫，3人小組每周就3個人一周要剪出70集短劇。他告訴聯合早報，說白了就是燃命，生命在燃燒，把自己當人肉電池。我要跑路了。 AI 短劇近月來成了中國影視業炙手可熱的風口。在這場變革中，創作者借助低門檻的 AI 生成技術，快速製作具畫面、對白和音效的短劇，大幅壓縮了傳統製作所需的人力和時間。古裝題材 AI 短劇、霍去病等爆款作品的出現，讓不少從業者看到一片商業的藍海。然而 AI 短劇狂飆的代價很快顯現，直至去年仍在擴張的真人短劇行業驟然面臨市場被蚕食、演員失業的衝擊。而 AI 短劇行業本身野蠻生長，也逐漸帶來各種問題。在需求端， AI 短劇的質量和原創性引發爭議；在供求端，供應端內卷成為行業揮之不去的底色。關於過勞和惡性競爭的吐槽聲在輿論場此起彼伏。阿青的經歷正是這股 AI 短劇熱潮的縮影。首先 AI 短劇剛開始火起來的是短劇，各種霸總愛上那個掘金的我，什麼白宮的特朗普是吧，愛上了清潔工，都是這種短劇。但是這個短劇一般剛開始都是真人短劇，請的都是那些不知道在哪兒請来的演员，這些霸总，他們一個本子好像3天5天就拍完，開始剪輯，低成本量大。但是由于人工智能的發展，各個人工智能公司開始推出一些 AI 工具那結果這種真人短劇就面臨着巨大的衝擊。這個衝擊到什麼程度呢？實際上從頂流到群演全部受影響，以至於中國演員收入大縮水。這個曾經有媒體報道說，中國影視行業正面臨寒冬，演員片酬普遍大縮水，從一線明星到基層群演皆受影響。業內人士指出，在政策監管、資本收縮以及 AI 技術衝擊等多重因素下，行業生態正加速重塑。根據業內人士分析，中國廣電部門近年來持續加強對演員片酬規範管理，明確主演片酬不得超過總制作成本的一定比例。相關規定直接壓縮演員收入空間，同時長劇項目數量減少，資金逐漸轉向短劇與 AI 內容的制作，也進一步改變市場結構。有數據顯示，部分95後頂流女演員片酬降幅超過70%，單劇報價就是單部劇電視劇從8000萬人民幣跌至2000萬人民幣。我覺得這個還挺高，對不對？還有空間呢。相較之下，一線男演員因商業價值較高，片酬雖有下調，但整體相對穩定。
40歲至50歲的一線男演員單部片酬則從高峰時期的5000萬人民幣降至約1500萬人民幣。誰說還沒有下行空間呢？對吧？1500萬人民幣也很高嘛。因為這些明星他雖然拍片子收入少了，但是他有代言，對吧？各種廣告活動，他不管怎麼降，他收入再除以2，那還是妥妥的高收入。但是與此同時，中階演員同樣面臨壓力。有演員拍攝數月的收入僅約3萬人民幣至8萬人民幣，扣除經濟分成及稅費後，實際所得甚至不及普通白領的月薪，群演日薪更低至80元人民幣一天。現在群演80一天了，不知道管不管合法，一天80，且部分需自付服裝費用，收入與保障問題引發關注。真人短劇市場拍攝減少80%，也就是受 AI 短劇的衝擊，真人短劇少了80%。此外 ，AI 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對行業帶來極大衝擊。有分析師指出， AI 短劇制作成本僅為傳統真人劇的約1至2成，且制作周期更短，導致真人劇開機量明顯下降。目前真人短劇市場拍攝量已減少約80%。在市場變化之下，不少從業者被迫轉型或尋求其他出路。不過，針對演員片酬下調，輿論反應不一。有網民認為，即便收入減少，一線演員單部作品酬勞仍遠高於一般上班族水平。這確實這樣，也就是說，現在這些演員的片酬再降，也掩蓋不了他們這個高收入群體。當然了，如果他1年2年他都沒有片子、沒有片酬、沒有片約，對吧？沒有人請他去拍片子，那確實，對吧？他也不能去送外賣，也不能去開网约車。但實際上不是，這是一流演員，就是這個一些熟知的演員。實際上很多小演員早就開始送外賣、開网约車了。也就是這個基層演員的生存困境，這個影視行業結構失衡問題亟待解決。新人演員的機會大幅減少，人才斷層問題逐漸顯現。最近這個有一個霸总演员，就演短劇的这個霸總，名字叫許鵬，是山東人。他據說最近有一個霸總片子突然一下火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他2年前拍了個片子，現在在網上突然好像有人就開始放了，願意看了。結果這個演員現在在哪兒呢？這個演員現在他在他的老家山東菜市場賣菜呢。霸總已經回家賣菜了。他2年前拍了個短劇，現在好像稍微有點火，不趕趟。2026年夏日的清晨，山東青島一處集市裡，叫賣聲此起彼伏。豆芽便宜了，圓蔥1塊5一斤，聲音洪亮，字正腔圓，透着一股職業特有的節奏感。攤主許鵬戴着防曬面罩，熟練地將一袋袋蔬菜遞給顧客。沒人能想到，這位在煙火氣中忙碌的年輕人，3個月前還是橫店影視城裡風光無限的短劇霸總專業戶。這個許鵬他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人家真正的科班出身，而且還拍過一些熱門長劇。當然了，恐怕裡面的是配角吧，戲紅人不紅，但是他一直在堅持這個表演的夢想。2025年，短劇市場爆發，憑借扎實的功底和外形優勢，許鵬就成了霸總專業戶，接連拿下多部短劇的男主角。但是他日子也不輕鬆，他凌晨4點化妝，5點進組，每天工作16個小時，甚至曾連續7天每天僅睡2-3個小時。就是真人短劇的霸總，你說他的工作量多大吧？飆升的數據讓他堅信這條路可以走一輩子。然而好景不長，轉折來得猝不及防。2026年的第一季度，中國網絡視聽協會數據顯示，全行業上線短劇約12.8萬部，了不得啊！這一年不是第一個季度就有12.8萬部短劇，那你說如何在12.8万部裡面找到你那一部呢？或者你呢拍的10部或者100部，對吧？其中這12.8万部裡面 AI 生成的微短劇，就是 AI 短劇12.2万部，占比超過95%，也就是那個只有5%的是真人短劇，已經被那個 AI 短剧給稀釋掉了。分流 AI 技術
只需要輸入標籤，幾分鐘即可生成劇本，以數字的人演員不知疲倦，無需化妝，不用 NG， 成本不足真人拍攝的1/10。所以許鵬這個短劇的好日子才僅僅享受了1年，就迅速失去了所有的片約，沒人找他拍霸總了，沒有了，好日子就過了1年，就是這種累啊，後2020年想累也累不着了。許鵬所在的群演微信群迅速沉寂，他從檔期排滿到無戲可拍僅用了1個月。2020年3月，許鵬離開橫店，回到山東農村老家。起初他在青島夜市擺攤賣鮮榨橙汁，生意甘有起色，卻因你看又是點兒背，因夜市改造和設備被盜而中斷。隨後他騎上電動3輪車，拉着爺爺種的蔬菜進入集市，大蔥、豆芽、圓蔥，什麼好賣就賣什麼，也就是霸總失業回家賣菜。這個像這樣的許鵬這種，人家不要小看，人家也是正經的這個大學畢業，中央戲剧学院那是很難考的，也是上了4年大學出來，現在還是跟其他的考個什麼理工或者文科或者2本、1本、211大學是差不多的，畢業之後沒工作。這不就開始騎上3輪車了嗎？開始賣菜了嗎？所以這個 AI 短劇對短劇行業乃至影視行業的衝擊那是史無前例，所以導致這個演員、一流演員、主流的一線的那身價都在暴降，就不要說這些小演員，這個橫店、豎店的這些真人演員，霸總、女總裁、女保潔，他們不是收入下降，他們是飯碗都沒了。聯合早報他說，以量博爆款背後長工時和低利潤，那麼沒有被 AI 短劇取代的人呢？那就是後期制作、剪輯，就這些人，劇本恐怕这些人，因為演員已經沒有了嘛，演員直接就被幹掉了，回家了，送外賣、賣菜。阿青今年3月加入 AI 短劇公司，負責為不同發行平台承製短劇，月入5000元。你看收入也不高，他認為自己的收入和工作量根本不成正比。他解釋，每部 AI 短劇的制作周期僅5到7天，周一啟動新項目，周日就要交付成品，不加班根本做不出來。而項目周期之所以被壓縮，是基於以量博爆款的邏輯。AI 短劇的質量要求不高，但就是要快，量多的話，爆款幾率比較高。當大批淘金者湧入 AI 短劇賽道時，這個行業也開始浮現新興產業常見的產能過剩隱憂，就是大家一哄而上，最後是一地雞毛，一哄而散。但中國媒體報道，中國今年注冊的 AI 短劇企業超過了2100家，然而爆款終究是少數。截至今年2月上線的超過12萬部 AI 短劇中，播放量破億的不到150部，爆款率約1/1000，就是1000部片子裡面大概只有1部算得上是爆款。這個爆款就是播放量過億，業者只好使去渾身解數，行業內卷愈演愈烈。今年3月，長沙一家 AI 短劇公司就在視頻生成模型視夢 2.0 上線後，為搶占錯峰時段算力資源，將員工上班時間調至凌晨3時，引發輿論譁然。這叫錯峰，就跟那個用電一樣的。你夜裡他這個算力便宜點，他就讓自己的員工夜裡上班，那對吧？這你也不是美國是不是？正好你要是在美國，正好顛倒過來，咱們夜裡他們是白天，他們那個夜裡咱們是白天。說感覺現在 AI 漫劇都瘋了，就是瘋狂狀態啊。先來說說，他說整個公司的工作狀況，整個公司基本上都是天天加班，經常熬夜熬通宵趕工期。這個是小紅書上有很多 AI 短劇從業者在吐槽，工作量大，加班熬夜那是常態。與長工時形成反差的是微薄的利潤。去年進軍 AI 短劇賽道的西紅柿影業董事長陳建受訪時坦言，對於承製 AI 短劇的公司，扣除算力和員工成本，利潤沒剩多少，錢基本都給了頭部大廠賺走。我們更像是血汗工廠，也就是 AI 短劇最終淪為血汗工廠。陳建指出 AI 短劇的承製價一路下探，
每部劇價格從早期的每分鐘4000元跌至每分鐘800元，只剩下20%了，跌掉了80%。AI 技術尚未完全成熟，使利潤被壓縮的另一個原因。陳建說，有時發出100次指令，只有1次能換來想要的效果。原以為能賺錢，後來發現是虧的，因為修改太多了，推高了人力和算力成本。這個我也用過一些 AI 工具，確實，我以前節目說過了。現在很多 AI 工具都傾向於收費，但是我是不願意交錢的。為什麼呢？不交錢不是說不願意為這種提高這個生產效率的東西付費，而是因為它現在根本達不到我付費的這種期望和水平。他如果真要付費的話，我就不願意用了，因為他水平不夠。如果是免費，那我就用一下，为什麼呢？勉强对付吧，对吧？因為你還要在上面加工，所以現在就是你比如說豆包現在推出收費，那就非常尷尬了。又有多少人願意付錢呢？畢竟很多人用豆包，他只是玩一玩，是吧？只是逗悶子。你像我們用豆包，那好歹還算是個，對吧？把它當工具，生產工具，好歹是吧？把它當這種查詢、查閱等等啊，生產工具你就願意付錢吗？付費嗎？你如果把它當個娛樂工具，逗悶子的，你怎麼可能會付？就沒有這種付費意願。AI 雖提升了生產力，卻未必能改變短劇業的內卷和利益分配的既有邏輯。許多業者發現，真正賺錢的是平台公司和少數的頭部短劇企業，多數中小型承制公司只能艱難求生，也就是19原則。那1%的企業，10%的企業過得還比較滋潤，現在剩下90%的企業基本上是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這個其他行業都差不多吧，短劇行業恐怕就更加這個矛盾突出一些，這叫結構性的行情。抽卡生成、拼接成片、創作成流水線，在另一些業者看來，血汗工廠的模式也體現在日益流水線化的生產流程。與傳統影視作品的創作和打磨過程不同，許多 AI 短劇背後是一套標準化的生產線，從劇本選題、畫面生成到後期合成，各個環節被拆解和量化，以追求最高的效率。曾參與真人短劇制作的阿青說，真人劇多少還涉及一點創作， AI 短劇則像在工廠的拼接，這個畫面不能用就找別的地方拼，談不上技術含量。對於這種機械化的生產模式，身處生產線前端的抽卡師尤其深有體會。抽卡師是伴隨 AI 短劇興起的新工種，工作是向 AI 模型反復輸入指令，生成大量的素材，再筛選可用畫面。由于 AI 生成結果具隨機性，抽卡師需不斷調整提示詞，直到抽中符合要求的畫面。這不就是開盲盒嗎？碰運氣嗎？在江西省一家 AI 短劇公司擔任抽卡師的黃濤受訪時說，他說抽卡過程有時令人抓狂。他介紹 AI 模型有時遲遲無法生成適當的畫面，導致後續鏡頭銜接不上，整個流程卡關。曾試過抽了10幾次都不行，每次還要等10幾分鐘。當前圍繞 AI 短劇的爭議之一，日益流水線式的生產模式是否會加劇內容的同質化，甚至會讓原本強調創意的影視業淪為製造業。黃濤認為，工廠化的生產模式是否適當，取決於觀眾需求。如果不太在乎質量，確實可以工廠化，但如果要做出精品，那肯定不行。在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徐健看來，更精細的專業分工其實並非壞事，關鍵還是在於能否把故事講好。他受訪時說，專業分工能提升產品質量的穩定性、可靠性和可預見性。實際上，所謂的工廠化反映出 AI 短劇產業正在形成，它不再依賴於個人，而是有資本投入，還能產生營收，人們借此賺到錢。那 AI 產業 AI 短劇未來會怎麼樣呢？雖經歷陣痛，專家說 AI 短劇不會是曇花一現。短短半年內 AI 短劇行業從狂熱擴張步入沉澱期，
血汗工廠模式背後的微薄利潤、高壓的文化和人才流失，讓實幹業者開始意識到，單靠拼產能並非長久之計。如今市場上短劇數量已出現回落跡象。根據一些大數據平台統計，抖音今年5月上架的 AI 短劇或慢劇有39500部，較4月減少10%。在杭州一家 AI 短劇企業當編劇的小雨，相信許多粗製濫造的短劇正在被市場淘汰。他受訪時說，近來不少門外漢湧入短劇業，產品質量難免受影響，審美都變得畸形。他吐槽說，很多 AI 短劇追求特效炸裂的視覺衝擊，基本是無腦爽。一些男頻劇甚至連逆襲都懶得寫了，主角從第一集厲害到最後一集，劇情毫無營養。就是說，連這種受挫折、逆襲，對吧？天崩開局，然後最後怎麼樣？連這種都不講了，就是從一出生開始就爽，就是厲害，一直到最後。整部劇過去就是中間是高潮，有爽點，那現在短劇就整部劇都是爽，從頭爽到尾。小雨認為，隨着行業走向規範化，一批跟風入場的業者最終將被淘汰。他坦言，我已經做好隨時被裁的準備。面對市場逆風，短劇公司老板陳建則試圖尋找新的突圍方向。他坦言，公司目前雖有盈利，但都是血汗工廠的錢，而且利潤比早前從事傳統影視時低30%。陳建透露，公司正逐漸從單純為甲方承制短劇，轉向自己生產與發行。如果賺到錢，收益就可以直接分到公司。雖然 AI 短劇近來不乏爭議，但陳建和學者徐建都相信 AI 短劇不會是曇花一現。畢竟，任何新技術衝擊既有產業格局時，往往伴隨質疑和反彈。AI 短劇也不例外。文章說 ，AI 短劇將朝精品化方向發展，而技術平台平權化後，故事質量將決定作品的成敗。他提醒說，每一名加入的業者都不要被 AI 技術所震撼，或停留在覺得技術很厲害，千萬不要陷進去。AI 短劇未來的核心競爭力還是要回歸講故事的能力。他比如說，賽馬大會已經開始。千里馬和黑馬只有在競爭廝殺中才會衝出來，我們要相信市場的自我進化能力。這是業內老登對 AI 未來還是用他狹隘的眼光在看。如果你要再往前看一看，對吧？你要再用10年的眼光看人工智能的發展，你這些什麼編劇、什麼講故事、什麼剪輯都不需要了。也就是你現在所做的一切，你就是人在做的事情，都会被 AI 替代。第一步，最貴的先替代掉，那就是演員，对吧？演员成本是一部短劇的占1半以上，已經被替代掉了。未来你的剪輯，对吧？你的什麼抽卡師，你的什麼編劇等等，都得被替代掉。所以我們來講一講，這個是聯合早報6月29號他的一篇報道，叫 AI 短劇狂飆催生，血汗工廠流水線上內捲與突圍賽。首先第一個，我們天天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對我們的影響，對牛馬的影響，它不僅替代了碼農，對吧？很多碼農崗位沒了，很多客服崗位沒了。碼農崗位以前是8個人，現在只要2個人加 AI， 那很多崗位都這樣，對吧？客服也一樣，客服以前10個人，現在就2個人加2個人加 AI 就夠了，那8個人就回家沒了。結果你回頭一看，你說這本來這個 AI 已經夠狠的了，对吧？對我們碼農，對我們客服，对我們很多白領崗位，那簡直是碾壓，簡直是不共戴天，是吧？把你取代了。結果人家對这個短劇那更狠，那短劇就直接把你100%取代，对吧？你不需要1個人。你想影視，對吧？這一塊從這個最早的影視到短劇爆火，短劇那也是從這個一線演員，像那種群众演員，像那個霸總這種，對吧？无名演员轉移，也就是從高階，從那種有錢人，是吧？我們這個崗位，這個資金流到這個普通人，讓普通的這個群眾演員，普通的這些霸總，他也有賺錢的機會。但是現在是好了 ，AI 短劇直接就把這個工作沒了，管你是一線演員，還是普通的演員，還是霸總，都失業。
這個所以說對演員行業這個 AI 是不是更残酷了一点？你其他的行業好歹還是对吧？也还得留2个人加 AI， 把这剩下的人砍掉。你现在呢？接下来随着这个 AI 的功能在不断的完善，你恐怕那个什么编剧、抽卡师这些東西都沒了，工作都沒了。所以我們有句話叫，對吧？打敗你的不是同行啊，對吧？打敗你的是你也不知道是誰，從哪個方向突然來一個人工智能，就把你給取代了，這叫降維打擊。這第一個，第二個，目前這個 AI 短劇這個行業也是良莠不齊，是吧？但是這個從業者現在水平待遇是越來越差。越來越捲，因為你拍了一部劇就不賺錢，你燒了大量的什麼算力 token， 付了大量的錢，但是這個劇投出去恐怕不賺錢了，沒人看。未來這個算力成本會不會下降？這個應該會降，所以這個就是人工智能對我們就業一個直接衝擊。在人工智能這個下面，有這麼發展下去，未來還需要有表演什麼專業嗎？中央什麼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還需要嗎？各種大學裡面的，對吧？影視表演專業這個班，這個學院，那不都得砍掉嗎？要它幹什麼呢？反正以後沒片子拍了，表演給誰看呢？所以沒想到衝擊最大的居然是影視行業，人工智能的衝擊，影視行業以後的表演專業這就沒有了。那因為影視行業這個演員沒有了，全國各地投資的那個影視城靠什麼回本呢？又有多少人要失業，對吧？那些橫店、豎店，你拍的那些拍攝基地已經不需要了，因為它都是通過算力、人工智能，所以不需要拍攝場地，所以各個地方投的這些影視城，很多地方投資還沒回本呢。我看有人介紹過，比如說浙江橫店那個影視城，還其他的還有無錫的吧？那影視城以前火的時候，一個影視城裡面同時10幾個劇組在裡面拍戲，20個劇組，那群演在裡面烏泱烏泱的，然後形成一個產業，是吧？那周邊的全是群演聚集地，住在那兒，因為群演太多，那就會導致進入群演的生活的吧，一些什麼健身房、什麼各種中介、各種酒店、各種生意很熱鬧。這個整個的就是一個影視產業。影視產業我們不能光看到電影，我們進了電影院看那個熒幕上面表演。但是你要知道，後面是個巨大的一個產業，拍攝基地，對吧？還有這個無錫的這個影視城等等，全國各地到處都有影視城，都是投資投下去的。那這個是不是在 AI 的衝擊下就沒有人了？未來連遊客都沒有，冷冷清清，長草，就形成了像美國中部的那個所謂的鐵鏽區一樣。未來這些影視城，還有影視城周邊的這些為群眾演員提供的這些服務的，全部就一片蕭條。這個是可以想象的這個場景，要不了多長時間，要不了3年5年，就是這樣。你下次再去橫店，再去無錫這個影視城，恐怕雜草叢生，荒無人煙，一看就是很長時間沒人來打理，沒有劇組。所以這只是一個行業，只是一個行業，大家就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那麼如果把這個想明白之後，你就知道人工智能對我們現有經濟的這個衝擊。在這種衝擊之下，我們每個人，對吧？除非你是硅基，你跟硅基密切相關，否則我們每個人呢都要受到影響。只不過有人是直接影響，比如說霸總，他就沒事幹了，只能賣菜。那有人是間接影響，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做好準備，也就是你看看從影視行業其實可以折射出其他的行業面臨人工智能會是什麼樣一個衝擊，對吧？你比如說對院線的衝擊，那短劇它是不可能在電影院放的，都是在手機上面。所以你看電影院現在越來越慘了，慘淡經營。那全國對吧？多少？我記得是8萬塊還是多少萬塊那個屏幕啊，大屏幕，那錢不又扔水裡去了嗎？這麼大的投入，固定資產投入，這個能回得來本嗎？對吧？那個電影院那個椅子對吧？那些放映設備等等都需要，還有那個需要人清潔，也養活很多人。但是電影院馬上也是一樣的，只要這個短劇越來人工，就是這個 AI 短劇，它現在做的還比較垃圾嘛，就這意思對吧？爆款少，一旦這個 AI 越來越智能對吧？這個以後很容易就能做出爆款精品，那麼對電影院的衝擊它會更大，整個這個院線系統未來都要關門。所以說你手上有院線系統的這個股票的，你趕緊跑吧，對吧？然後跟什麼院線有關的做業務的，你老老實實趕緊，對吧？調整方向，趁早改行還來得及。那明年再改行都來不及了，對吧？你就像那個恆大一暴雷，
我一直建議的吧，恒大一暴雷的时候，不要跟恒大做生意，不要跟房地產行業做生意，要做也是現款現貨，否則就別做了，最好就是關門止損，或者如果你還有盈利啊，利潤那趕緊就叫什麼止盈，把你的利潤保住，不玩了關門。但是很多人他聽不懂這個，因為刀口舔血，畢竟很刺激，对吧？我跟恒大又做了一筆，又賺了1000萬，但是那個都是紙面財富，你拿不到啊，這不變成應收賬款了嗎？這不破產了嗎？對吧？一樣，以後你要跟電影院線合作，就跟電影這個行業合作吧，就不要說院線了，跟電影行業相關的，老老實實對吧？趕緊收攤，因為這個是肉眼可見的，你不用考慮，對吧？你手上有東西的固定資產，趕緊能賣就趕緊賣掉，對吧？讓別人來接吧。便宜點打折賣，甩給別人。所以這一點上，你看王健林把他的萬達電影院，对吧？萬達是吧？這個甩給頂債，以資抵債抵給騰訊，對吧？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反正放在自己手上，馬上不值錢了，1毛錢都不值，變成個負資產。現在好歹還能頂賬，頂給這個騰訊。所以從這個影視行業，我們再擴展到其他行業，你看一看，大形勢就這麼個形勢，我們每個人都要面臨這個衝擊。沒有辦法，接下來3-5年，對吧？一邊是 AI 高歌猛進，橫衝直撞，每個人都要被解構，都要買單。一方面是我們很多就是 K 型那條腿的人迷茫，沒有辦法，看不到未來，對吧？你飯碗正在失去，今天能把霸總的碗給奪了，明天就能把你的飯碗給奪掉，一樣的。大家還是做好心理準備吧，對吧？今天砸了霸總的飯碗，明天就夺了你的鐵飯碗。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